目前這豐台北海豬呢已經離開台灣啦，也毋過家人講，因為拄啊好是撞到這天文大樓，田寮河水位漲懸，佮加上這海水倒擊，所以廟口的愛樹路昨暗又佮入水啊。市長謝國樑是去到現場了解，也來指示這公務處愛加調抽水機來營運。初十暗時受到年度天文大樓的影響，家人市愛三路甲愛四路廟口周邊等等地勢較低的所在，包括林一路、愛五路、愛六路等等路段，因為田寮河水位漲懸，發生海水倒擊，部分路段甲釘仔卡積水，擺檔的真無奈，只通提早收檔。滿槽這樣淹了，東西會濕掉了，怎麼做？這裡就放着給它推攤出來。今年現在是大滿槽，它大滿槽的話呢？水多出去，它就倒灌回來。哦，倒灌回來。對，所以抽不了。市長謝國樑趕赴現場了解狀況，指示公務處加調抽水機。公務處長簡業德表示，暗時9點拄啊好是年度大樓上懸水位的時陣，1點鐘後已經陸續提起啊。除了固定式的抽水機，也出動一台大型會當刷叮當的抽水機來協助。因為這一次的年度大潮，我們另外放了5台總共放了5台抽水機在現場。針對愛四路這一排，我們也有跟大家說，希望大家以後強制要裝這個防水擋板，這一點我們會來宣導。因為暫時進前攏也閣是天文大樓的時期，市政府也會建立電樓警報的機制。未來只要拄到大樓也是電樓，就算無風無搖，嘛會提早發布警示。另外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也頭一擺針對這個區域發布大漲水過境的簡訊，提醒民眾甲點頭愛加強防範。記者綜合報道。